雖然今年已經係第21年，我哋搞呢個慈善嘅跑樓梯，但係每一年呢，都越嚟越多人支持我哋。到今日我哋已經係營運全港14間嘅特殊學校，同埋我哋105個服務單位，遍及全香港。每一日我哋服務9700個有智障嘅朋友同埋佢哋嘅家人。咁所以我哋希望咧，今日呢個跑樓梯咧係更加多人認識康智嘅工作，更加多人咧係支持我哋嘅朋友仔喺社會裏面一齊去工作，亦都希望香港係一個更加共融嘅社會。今屆嘅主題咧係築夢同行 ，Step Up Together。無論你係捐錢嘅善長仁翁，抑或係親身上陣參賽，又或者咧同康智嘅同學組隊參加共融組嘅賽事咧，都希望你哋能夠咧俾到同學們莫大嘅鼓勵，亦俾康智會咧好大嘅支持，可以籌到更加多嘅善款，支持康智會推展慈善工作。亦都希望每一位嘅參賽跑手咧，你哋都跑出好成績，享受行善同埋運動雙重樂趣。Yeah!